常欢迎着咱乐草完全经咱王孙大帅公连咱太安乡好奇如果安办本省我保安会会当顺利圆满，祝福祈求天佑台湾万民平安，非常欢迎。中营性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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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非常欢迎着咱乐草关山江王孙大帅公，凯流尊贤，连着咱太安江好奇大会圆满成功，非常欢迎。喂，咱的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常务干事，咱的老主吼，拢来面前吼，来面前。OK， 拢有无？来，100，乐草万山乡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陈建辉，副主任委员陈国良，常务干事陈宏毅。带领着后期老师，来委员会委员、工作人员、向前线来接举动哈。今仔日利用时水事件处利用时节日将沿推广王孙大帅公，列明咱太安乡来参加咱的万福新政，互台湾治安水着大好个祈求咱天上圣庙的众神，庇佑咱国家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诸事不在，不得有情，南疆大好，树立天祥，在自由。祝福咱太安乡是对阵的万福新生，互台湾的治安着大好个，会当圆满来举行，而且来继续咱勇敢有为勇过，议会精神，进度满天下，咱上香。祈求太阳乡天上圣庙有众神，庇佑落下种地主，来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美满，平安大汉时，吉祥。